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9章第1节到17节，希伯来书第11章32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的约定。约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。我们昨天也谈到了立约。这个立约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的基础上面，而是因着上帝的爱所赐下的这个救恩的约。是的，上帝与世人的约定就如同婚姻的约定，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立足在人所认为那种平等的角度，因为这不是商业上的交易约定。既然是所谓的爱的约定，就不应当是只求回报的一个约定而已，而是要求付出。如同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33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。做妻子的，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他的身体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。正如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应当凡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一样。他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使他荣美、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点或是皱纹，好献给自己。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。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，总是保养、照顾它，正如基督对待教会一样。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。圣经上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两个人成为一体。这经文启示了极大的奥秘。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的，可是也可以应用在你们的身上。丈夫必须爱妻子，像爱自己一样，而妻子必须敬重丈夫。起初看起来，这好像一个平等的要求，因为经文一开始这样说：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。在经文的内容基本上分为2大部分，一部分是妻子，一部分是丈夫。经文说，做妻子的，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像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他身体的头，也是教会的救主。正如教会顺服基督，妻子也应该凡事顺服丈夫。在这个方面看起来很不公平，因为呢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而这个丈夫呢，就被类比与基督我们的主一样的重要。可是事实上，以弗所书并没有偏颇哪一方面比
比如说，我们看相对的做丈夫的，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一样。他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话，用水来洁净教会，使他荣美、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点或是皱纹，好献给自己。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，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爱妻子就是爱自己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并没有偏颇哪一个方面。虽然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人们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要求对方，但是圣经的本意并非如此。在这处的圣经提到妻子的顺服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顺服与丈夫的爱其实是等号的，但是要求却不是很一样。顺服基本上也是出于爱。在婚约的当中，新娘举杯宣誓将要顺服的丈夫家里的所有的规范，因为按照犹太的文化，他们结婚之后呢，将来这个妻子是要到夫家跟他们一起生活，而丈夫的爱却必须做更大的努力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要为妻子来舍命，如同基督也为教会舍命一样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5节所说的那个犹太婚姻的基础。新人在婚姻当中，新郎的父子在新娘家里面谈论完了婚事之后呢，必须要用酒来彼此立约。在圣餐里面我们会这样说，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当婚事谈完了之后，新郎新娘的交杯酒，新郎要向新娘举杯来宣誓，将来新郎将要为新娘流血，就是要为新娘牺牲生命，用这样的约来表达那个爱的基础。以赛亚书第54章提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。圣经说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好比不能生育的女子，但是现在你能歌唱，大声欢呼。那被冷落的女子会有许多子孙，比始终有丈夫陪伴的女子生养更多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，要扩张你居住的帐篷，拉长帐篷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要向左右扩张你的土地。虽然国土在异族的占领下，你的人民仍要回归故土。荒芜的城镇将要人烟稠密。不要害怕，你不至于再蒙羞，你不再受委屈。你要忘记少妇时代的羞愧，不再记得寡妇的寂寞。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，他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者，他统辖全世界。以色列啊，你像一个年轻的妻子，被丈夫遗弃，愁闷忧伤。但是上主接你回来，他对你说，我暂时的离开了你，但我深深爱你，要接你回来。
我生气不理你是暂时，我对你的爱却是永久。上主，你的救赎者这样宣布了：在挪亚的时候，我曾经应许不再以洪水淹没大地。现在我应许不再向你发怒，不再惩罚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。我对你的慈爱永不动摇，我平安的约也永不改变。爱你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帝与人的关系非常明白，就只为夫妻的关系。上帝以深深的爱来爱那比喻为年轻的妻子以色列，因为上帝是真心的爱世人，虽然世人离弃了他，他仍愿意如同路加福音15章中那个父亲耐心的等候回转归家的浪子。上帝深深的爱，如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：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对你的慈爱永不动摇，我的平安的约也永不改变。爱你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但是世人的爱并不是永远真诚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婚变，看到一些对婚姻不忠心的人们，就如同马太福音第24章的经文所说的。牧师记得在美国牧会的期间，时常会收到 email 这样说：我是某某代表的这个遗产律师，我的委托人呢是某某某非常富有的富人，他非常爱上帝因此留下一笔几亿美元的庞大遗产。他立下遗嘱要捐献给需要的教会可以帮助教会。你们的教会呢被我们评选为候选教会，只要回复这封信，提供教会的基本资料，我们将会审核后将款项拨给你们。兄弟姐妹，是否觉得这是一个真爱上帝、真爱教会的行为，还是什么呢？到底真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：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教训，当枝子呈现了嫩绿的颜色，长出新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快到了。同样的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现象，就知道时候快到了，在门口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一代的人还没有都去世以前，这一切的事就要发生。天地将要消失，我的话却永不消失。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明白，世界将要消失，可是他的应许就是那个约却永不消失，因为那是爱的约定。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时常都将尾声挂在嘴巴，但是活出来却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时常想要与人一较长短，逞一时的口快，鲜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多付出一些，为教会整体思考。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再多的训练，再多的参加营会，也只不过是拿着经费去支持主办单位而已，因为完全不愿意，也从来没被改变过。诗篇124篇，请大家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上帝爱我们，赐下救恩，与我们立约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在正道上，继续在得救的道路上跟随主的脚踪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